欲望很强。基本上来看，迄都无好欲望，伊求实的欲望很强。所以什么人？真正上界后面迄个时阵到80年，修的是真正人的心中的到迄个时阵做唔所以这当中，来自于为了小弟，有一个阿那个三宝三宝的，是典型的有效，伊无一个实相。如果问你的表象了解没有问题是你了解的伊表象内底迄个实相，迄个实相了解有迄物件，但是迄个物件本身就是伊付出的物件。如果今日咱若当了解着，咱若愈进入这问题内底当中，可能咱愈进，愈进愈离愈远啦所以不难讲该放下就要放下所以这来讲，少问题即个问题，少问题即个问题，因为少问题，咱今日我讲49年份，但是因为到尾当中，伊无一法可得，嘛无一法可说，而且较高咱就讲，当然不能一天刚定49年，乃至无一法可说，乃至无一法。如果你讲我有说法，你是要哪讲的？这个一定所以一定要知影所有的问题，拢总是一种有方便的演说。少问题一定要离问，观想来当正实相。咱我过去是个比喻，这个手你袂了，这个手是一个功夫，这个手功夫，你唔能惊这我的手，我这个手叫做问题。你要离开我这个手，中间这个关节，你这个关节呢，按照我这个手的方向去，离我这个手的方向去，你大家发现迄个实相，发现迄个态度。你若今日无离开我这个手，无离开问题，你永远无去个观想了后，你会看实相，你会看态度。因为今日白混蛋，面面不 Q。帝王说法，如法如教，发生影响。这句话就是讲咩？你一定必求你，这就是我求你啦你一定必求帝王说法，你听我知我听我讲法。如法如教，如法法就是白啊，如法。如这个牌啊，比如嘛，这牌就是功夫。因为你伫这个花边过到这你会少时间，你会少问题。但是你到花啊，一直到你厝人到彼岸，你若是这面牌顶，你永远可以当照花，你照做，因为你一直在放掉这个牌啊，发生。印象不公平化，发生印象不公平，因为你下当你了生死的法，有多万条，这法禁法爱放掉，何况下当你了生死的法，应该放掉。当然，这点当中呢，咱要找法有解说，那叫做欲心处相，这点研究是欲出法相，这种研究是所以讲欲出为法相，为法相是讲空白意思，会这样所以呢，一切物件拢是随时都会空，你两空之空，你搁进入一个两空之空，到第三非法相这嘛是空，伊本来写不好啊。欲心思想下标的，欲出法相下标的，按怎么？唔免得这里这两空之空来生一个法相，那样条意思，这应该不来点，所以
文语，哦，需要做观想，因为你无理文语，你无是观想哦。这个是这个实相的真如清清净净，伊必定是空，伊无无哦。这样来呢，我们的实相真如大安住如来法实相。哦，是名含了到什么三宝殿？哦，是名是一种方便案，先讲到这边。这种是名是一种方便案例。第二，是名是一种是道如来说明一种实相真如的意义。哦，是名，这有两种的吼，两种解释。一种是方便的案例，反正文言内底当中。伊拢总是一种方便的案例，方便的案例吼。你若把文言当作是实相吼，实相真如第一个道理嘛是文言，这个是因为伊讲较广，迄个讲较广，迄个讲迄个物件，安尼伊嘛是文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来说理无说，无说理说，如来证理无证，无证理证。这点当中是真深的道理吼。无说无说，无说，是不是这个无说？无说理说，无证理证。好了，讲不这个。啊，都无说，他要理说，啊，都无证的啊，啊，他要理证。你若讲无说，你若讲无说，我落一个坑，理证去落一个有，这个就叫做坑，这个就叫做有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无说理说，你若讲无有一个证，这个叫做即空，理证叫做即有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叫做无说理法，安尼叫做呢，无即空嘛，无即有。咱过去讲过，空有不解不离，无说理说，不能纯净光法，不能行出怎么有算的不说。但是什么人买？数学的方式，不能用数学的方式，因为伊显露着伊最高的道理，纯净光法，伊无讲道理。但是这个物件虽然是数学在讲的，譬如说尊，如来显化的诸佛身，如来显互相诸佛身，到尾后呢，数学在讲的，数学的如你所说，如来显化的诸佛身，如来显互相诸佛身，这是当时和得当现在数学的如你所说，如你所说，你咧讲无对，我如来显化的诸佛身，显互相诸佛身。总比你数学在发展，这不得我证实讲伊讲这是对的，因为我出去讲法。好，形式情况，我今日讲到最高的道理，无说，无说，你就发现了，无人发现。我解讲第个数学情况，我证，你要去证什物件？今日你若有一个证，你若有一个证，你去证。你本来就我要证什物件？好，无证你证，你免得证，但是你本来就有这个物件你来证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去了解，不能这物件。伊这道理是讲到非常巧的物件，这点咱要了解。所以因为金刚经讲到伫这讲到伫这最后这个当中，这拢是咧讲这个金字塔式的，咱讲的金字塔式的。啊，咱真正若无通拍俗，
我当入去，若我当看空，若我当吸空，入去，即个吸，迄个叫吸上去，咱拢落去表上。所以这样讲哪能讲？你说如来，你说如来有证的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如来，你若讲如来有得着是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我就讲讲。他说一个有证，如来毕竟有得着是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这个你不问题哈。如果你若讲如来无证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如来变到一个空。你讲意思，毕竟是空有。即你讲伊有证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安尼叫做；你讲如来，伊个无有证的是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安尼叫做空，安尼叫做真空，两个拢唔对。啊，无安怎叫做对？咱过去上方，你也袂过到中道、中道、第。嘛无证空，嘛无证有，因为空有所有的报数，所以你嘛袂使讲伊如来有证，嘛袂使讲如来无证，这两个拢总唔对，这是真歹讲的。你讲空无个袂使，你讲空袂使，啊无咧讲，你过去是安讲的。你讲有白个，你讲空自性，啊无你讲空你其实是老。我把这个，你把这个讲好，一般人都无听，嘛做有方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今日咱一定要了解，你讲到迄实相的道理嘛对，它不是空，它不在只在于空，它不在于那个心有心，那个心这种。心叫做无去，真歹讲的。所以各人家己体会这个道理吼。所以当个你落来一个即有落来一个即空，这个叫做了解啦。如来所定，而且阿弥陀三宝三菩提，是一种无实甲无虚。哦，金刚经第10呢，如来所定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。无实到是虚，这名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这个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是一种无实，无有一个实，无有一个实，无有一个虚，无有一个空，这个就讲安尼。如来金刚经第17分究竟无分内底讲着，如来所定的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，伊无有一个实，甲无有一个空。那我来想一下，所以透过的是一个空有不离，心空不离，色空不二断灭，受空不二心有性，想空不二成空间，显空不二关注在，事空不二见如来，这个人不离，这个人不破，这是你的造作，这个你的造作。就是一心清净，本来无种，无一个明定，无有一个所定，无有一个明定，所以咱合作来讲，能所具于我，能所，无一个明定，没有一个能得，没有一个所得，具名。具名的这两个拢怎么去调？袂使有一个名定，这个名若去，这个名定甲所定，若依照咱六祖，若依照咱金刚经讲，这个叫做我相，这个是人相。有人相就众生相，就寿者相，继续后壁，因为这两个就走出些，一定走众生相，咱走寿者相出来。一定走得出来，因能所对立，这个能，这个心，这个所，这个境，心去
这个分别，这个指标。哦，我是爱运动会哦，很慢。因为囡仔来拍着会后，伊无去办倒来，无去甲办到妈妈巢里办，伊接着运动会那个办倒。因为伊就是这个，伊就是这个心去判断的这个境了后，开始分别出现。啊，所以今日要安怎到能所去名，无我上，无人上，无众生上，无受者上，而不能经光明，就是一个发上，那个第一。所以呢，啊，做个这个过去讲详细个吼，60大师，何其纯本不清净，何其纯本不清净，何其纯本不清净，何其纯本不荒凉。这个四分一点，何其出现灵性版本。好，四分叫做空，一点叫做有，这另外加层喵。好，如果若四分，变成我哋讲个空空空空，因为这四分拢袂变大，就是有这个灵海开始当运作，无这个灵当运作。好，所以空有波就到水位以下。咱今日有一个四分叫做主线，迄辅助用迄四种力量辅助的，但是伊落迄个当中，咱今日会当这个描述。我这个想要讲话，你再照出来，什么人无讲话，什么人无思想，什么人无手会比，什么人无目睭会看，什么人无思，还有当中会点哪？这照出来这个描述。如果我今日拿目睭会看，头脑拢袂思想，所有事把它变成一个安尼，啊，有一个物件伫内底，啊，变成一个空的，变成一个四分尔。有啥物物件尔？但是出来拢不灵，还记得就讲，做这个空的，那是啥事？所以后面咱今日这个话题，哦，咱所产生出来这个名，我讲这个话你听你当顺序接，甚至你马上你当个顺序到到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名不可言，哦，所以呢，我。毋是不，当然今日我不是不有一个自我，而是不爱有一个自称。我对于这阿妈做三我3来，不是，所以用这句话来注意吼，自我。那么啊，我嘛咧讲我，其实本来有一个尊称啦吼，伊今日你要叫人讲，所以这点呢。有点像上面教的人吼，啊，困扰咧讲我啦吼，所以这点咱来就做开始。我毋是这个小我，毋是这个自我，所以我爱找到一种的名称来讲。我对这种阿弥陀三宝三无的乃至无有小好的，连这点点啊地法拢总无所得，不但无得法可得，也无有小的。拢总专门讲元气，什么样？健康、元气清净、元气无误。哦，这是因缘所生法。你问我这有一个概念对吼？是命，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，是命，我是一个方便的假名，因为我无安尼讲袂使。迄个我就袂晓讲。老实来讲，无不的地名，我就讲得安尼。我这是名尔，我是名，清净发生名，后面叫他讲我名，安尼讲有意思。毋通讲一个名，咱抓啊接，讲一个影，啊生一个囝，讲抓就刷，讲抓就甲刷，讲就超生了等等，而且叫做幻生幻影，所以那里头面想听这个道，所以导演讲依法进步，立法起来，拢惊咱是众生的幻象。所以呢，后壁咱的话，就对这两部来讲大道的实体。明天大道无形无我观自在，力量模式非色非空建立啊。咱